了吧，咱们是时候计划一下，该出演那场流产的戏了。娘娘，你可真想好了，要是江氏真生了皇子，可就……我现在就是要力保他顺顺利利的生下皇子，谁要是敢坏了他生孩子的大事，我跟谁急？那就等您月事一来，咱们就抱小产。哎呀，这个撒谎的最高境界啊，就是连自己都信了。到时候，只要咱们自己入戏，姬上他不信也得信。把宋太医叫来，我也好久没见他了，跟他叙叙旧。宋太医，娘娘，自从上次你把他暴打了之后，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，已经出家当和尚去了。啊？奴婢还是去把张太医请来吧。去吧去吧。喝错了。姑娘家家注意点仪态。娘娘不好了！什么不好了？差人呢？我刚刚路过幽兰殿，发现幽兰殿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说是太皇太后知道了幽兰殿的事儿，震怒，已经吩咐嬷嬷带着药去了。什么药啊？那种药，落胎的。你不早说！娘娘，娘娘，注意仪态，仪态呀！哎呀，不要啊！你喝了？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啊？你再等哥一会儿，哥不就来救你了？你救我？哎呀，我不救你谁救你啊？哎呦，这都憔悴成什么样了？乖，想哭就哭吧，哥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妹妹，我当然是关心你啊。这种事情我不是没遇到过。哎，我知道，刚掉了孩子的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关心和照顾。来吧，给一个爱的抱抱。你别再这么假惺惺的了，这没有外人，你装给谁看？我告诉你也无妨，这药我喝与不喝都没什么两样。什么没两样？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但孩子没了，我可是最伤心的人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装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怀孕，这只不过是我挽留皇上走得一步棋而已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怀孕？那幅画像的事，本是我想陷害姐姐，即便陷害不成功，我笃定依照姐姐的性格，定会置我于死地。这样一来，皇上就会站在我这一边。说你傻，你还真的傻。我关心你都来不及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正是你这种假情假意，害得我走到如此地步。想不到你对我百般热情和嘘寒问暖，反而让皇上高看你一眼。我现在已经是无计可施了。你无计可施？你这一假怀孕，我比你更无计可施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。齐胜不还老来你这儿吗？以后把握机会就是了。我好心劝你啊，男人都是自由的鸟，最烦被束缚。如果你想和你的圣上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了。
娘娘，怎么样了？江氏她没怀孕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她是用了小三的惯用伎俩制假怀孕，为了笼络齐生的心。嘿，太好了，这样的话就省了咱们的事儿了，也不用咱们杀生作孽了。我的宝贝儿，这对我来说算什么好事儿啊？娘娘，江氏她没怀孕，你怎么还失望了呢？江映月生不下孩子，我用什么借口来搞掉齐胜？现在看来，之前的所有计划都无法实施了。娘娘，来日方长，咱们以后再想办法吧。我们先回宫吧，太医已经在那候着了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走吧。小张，别睡了。喂，张太医，娘娘跟你说话呢。哎，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装这个小产比较合适啊？娘娘脉象稳定，想必这孩子也是极好啊。别装了啊！你就直接跟我说，咱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孩子拿掉？啊，娘娘，这孩子是真有了啊！小张啊，小张，这个孩子不能有。娘娘，这个孩子可以有。虽然之前臣受张老夫人之托，要称娘娘怀了孩子，但臣上次给娘娘诊脉时，确实发现娘娘有了身孕。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？娘娘，臣和您如实说了呀，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娘娘吃安胎药呢，臣也是如实向皇上禀报的呀。娘娘，您确实怀孕了呀！娘娘，你不能这样！娘娘怀孕了！娘娘，别打了，娘娘饶了我吧！您确实怀孕了呀！娘娘怀孕了呀！回来！娘娘怀孕了！您就是怀孕了！娘娘，哎呀，娘娘，这都怀上孕了，不可能啊，怎么更心烦了呀？不可能，我跟齐胜根本就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啊？难道是3个月前在江府那次？啊！你不要再像个跟屁虫一样烦着我了，好不好？娘娘，您真是太大意了，怎么一直没来月事，自己都没发现呢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又没生过孩子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西爸！嘿，娘娘，那定是您底子好，没有什么害喜的反应。这次在江北遭了那么大的难，都没有动了胎气，说明这孩子是上天对您的眷顾，是命中注定啊！老天爷，你这是找死了玩我呀！娘娘，今天江氏没了孩子，咱们又有了孩子，这真是双喜临门呐！